手把手祷告手。我们的桌球跟体适能班可以相遇在1楼，是因为电梯坏掉，我们必须一起来上生命教育课程。没想到双方都不认识，但却能够在上帝的教会里相遇，特别是他们彼此能够有很好的交流，这是因为主的爱在他们的当中。当然呢，这群我们的好朋友，他们非常羡慕我们的教会可以彼此来帮助，那我们也是来欢迎他们。特别我们常常会唱，我们又在一起敬拜耶稣，那么美好的时光相聚，赞美耶稣不停。当然我们是一群神所呼召的门徒，那么接下来会不一样哦。哪里不一样呢？如果我们是耶稣的粉丝，就像这些福音朋友，那他们是会这个簇拥主耶稣的人，排除一切困难，拿着相机向前奔跑，因为他们是耶稣迷，欢呼主耶稣的人。如果是门徒就不一样哦。我们如果是耶稣的门徒，那么我们会顺服主耶稣，放下一切重担，背着十字架向前奔跑。那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还是粉丝呢？当然这是有一个过程我们愿祝福这群体适能跟乒乓球的福音朋友，也透过我们跟他们的交流，他们可以逐渐的认识，被主吸引，他们真知道来观察，也知道自己的需要，在决定上他们愿意成为神的儿女，悔改认罪，信靠基督，受洗。当然受洗之后，我们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是第二里路，我们要慢慢因信，要成圣，成为主的门徒，而不是粉丝而已哦。所以在圣经里面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父亲将因你们结很多果实而得到荣耀，而你们也因此成为我的门徒。所以我们感谢一件事，在什么事情上结果实，我可以成为主的门徒呢？恳求主帮助我在什么事上可以多结果实，使主得到荣耀呢？家庭也一样，我们的家庭在什么事上结果实，而我们的家可以成为主的门徒呢？手牵手，基督的手。